咁樣歡迎嚟到呢個我有特別嘅 MC 技巧啊！今次為大家準備嘅係2012年嘅第26條嘅改編版本啦。咁樣咧，做 MC 咧，大家同學最常做嘅做法咧，就係題目有咩即刻孖落去啦，係咪？咁啊嚟呢一條咧，個原心係 AB 啦，咁然後個半徑係 R 咁啦，咁可能原心畫過嚟呢度係 R 咁樣啦。咁啊，但係其實咧，MC 裏邊其實有個技巧係相當之好用嘅，就係將嗰一啲嘅問題咧簡化咗佢，又或者諗一啲叫 special case 嘅嘢。咩意思咧？咁即係你諗下 A、B 咧係個坐標嚟噶嘛，所有嘢都即係坐標噶啦。咁但係你望下咧，佢而家咧係位於第三象限嘅呢一個位置喎，係咪？咁如果係咁嘅話，不如我俾啲數字俾佢啦，我考慮一個 case，即係我俾啲數字佢，咪即係考慮緊一個 case 咯。咁例如你可能係向左走咗兩步咁啦，求其啦，向左走咗兩步，咁啊即係負2咯喎 x。咁向下咧就走咗，例如求其啦，嗱呢度咁長咧，點睇都唔係2啦，即係唔係就咁2啦，係嘛？點睇都要大過2噶啦，即係個數值。咁呢個係我例如我當佢負6咯，咁樣。我當嘅啫，其實咁即係 A 等於負2，B 等於負6，係咪好合理先？咁由你再睇下咧 ，R 你最多去到幾長 ？R 可以係幾長啊？你諗下，係咪？嗱呢度就6咁長嘅，咁呢度真係一定冇6咁長噶啦。如果係咁，你不如當佢5啦 ，R 係咪？咁你而家咪諗緊一個 special case 咯。你咁樣你咪將個問題去簡化咗咯。喂，如果係咁，下邊呢堆嘢你咪發現係低能嘅咯，係咪 ？A 加 B 大過0錯啦，已經係咪？咁然後 R 減 A 喎。R 減 A 減個負數變正啦，所以呢個啱啦，係咪？咁而家呢個第三個都啱咯，即係 R 即係5咯，5減個負6喎，啱喎，咁樣你就唔使諗邊個大過邊個細過邊個咁辛苦咯，因為你已經係直接已經有咗嗰啲數字嘅，即係我係考慮緊佢一個嘅 special case。